睇住佢哋出次都好開心。如果俾你 plan 下一集 Going 17會拍啲咩嘅話，你會想佢哋拍啲咩？係 TTT 真係想快啲再拍多幾次 TTT。我都係中意 TTT 喎。哇！全部一齊玩真係特別好睇，佢哋度假風。如果全新主題，可能類似 TTT，即係叢林的法則咁樣，野外主題，抌佢哋去個荒島，真係乜資源都唔俾，可能癲啲劈樹開始。香港 City Hunt 可以見多啲香港風景，佢哋街頭追逐嗰啲都幾好笑。佢哋去遊樂場13個日玩埋一齊嗰陣時，大家好開心。中意東拉，入伏中箭。東拉個遊戲好搞笑，佢哋之間嘅默契令我睇得好開心。復刻之前跑跑卡丁車嗰集。出席啦！眼淚出席啦！眼淚出席啦！要同佢話唔會。即係類似道具賽嗰啲，因為睇住佢哋出錢，睇佢哋咁樣玩都好開心。快啲見到13個一齊嘅畫面，因為始終有啲成員去咗當兵，或者普普通通坐低聚餐玩酒 game 已經好好睇啦。玩多啲酒 game，好似玩酒 game 都搞笑。